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是有着飞升转世的设定的，不少顶级强者都有着前世的存在，他们有些是天上的仙人，也有不少普通人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那些有前世的人。第7位，徐之虎，红衣。作为徐凤年的大姐，徐之虎的身份也不简单。这一世的她虽然是北凉王的大女儿，但是却为了徐家和北凉的基业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，和卢家联姻去了江南。嫁过去后没多久，她的丈夫便死了，她也背上了克夫的骂名。此后几年一直都被江南那边的妇道人家欺负。为了徐家还有弟弟，徐之虎一直隐忍不发，长久下来积劳成疾，已经命不久矣。直到吕祖转世的洪喜相觉醒来到江南后，他才脱离苦海，和洪喜相游历了大江南北。而他也正是500年前吕祖心爱的红衣转世。吕祖在转世寻找他的过程中，红衣也在不断的转世，最终在洪喜相这一世找到了他，以自身冰解换了徐之虎飞升。第8位，小绿袍，丰都绿袍。甲子以前的江湖还是属于李淳罡的时代，那个时代也有着4大宗师的存在，除了李淳罡之外，还有枪仙王秀、丰都绿袍、福将红甲。当中的丰都绿袍爱慕着李淳罡，只可惜那个时候剑神李淳罡太骄傲了，不太在意这些儿女情长，在他的眼中，只有手中的剑才是最重要的。扬言一剑能够败尽天下高手的他，终究还是败了，因为惜才败给了王仙芝。不过这次失败对于他来说并不算什么，真正让他心灰意冷的是在和绿袍儿的比试中，失手一剑刺死了绿袍儿。这一剑让李淳罡有了心魔，为救绿袍儿前去龙虎山找齐宣真，论道之战又败了。自此以后，李淳罡境界大跌，在北凉王府画地为牢20年，直到和徐凤年游历江湖才解开心结。广陵江一战后，李淳罡命不久矣，此时的绿袍儿也转世成了小绿袍，被王仙芝带到了武帝城。李淳罡死前，王仙芝带着小绿袍见了他最后一面，羊皮球老头嘴里念着绿袍儿，含笑而终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是有着飞升转世的设定的，不少顶级强者都有着前世的存在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那些有前世的人。第9位，轩辕清风，紫衣女子。轩辕清风是轩辕世家的家主孙女，从小无忧无虑，直到那场变故的发生，轩辕世家的强者几乎死绝，轩辕清风接替了家主的位置，在徐凤年和北凉的帮助下才站稳脚跟。此后轩辕清风便走上了自己的武道之路，境界突飞猛进，以最快的速度成为黎阳王朝的武林盟主，也是江湖上第1位女子武林盟主。这一世的她偏执又疯狂，爱着徐凤年，却因为徐凤年的爱注定不会只属于她一个人，所以选择了放弃。和这一世相比，上一世的轩辕清风是个喜欢穿紫衣的可怜女子。上一世的她曾和刘松涛还有赵黄巢一起闯荡过江湖，这段时间的相处中，刘松涛喜欢上了她，但是她却喜欢上了赵黄巢。那时候身为黎阳皇子的赵黄巢，为了赵氏的基业，负了这位紫衣女子，而刘松涛身为魔教逐鹿山的教主，负了逐鹿山却没负他。在刘松涛闭关期间，赵黄巢设局针对刘松涛，在江湖上传言紫衣女子是刘松涛的女人，致使紫衣被江湖中人凌辱而死，死时身上连1件衣服都没有。刘松涛知晓消息出关后，入魔屠戮了整个江湖。到了这一世，轩辕清风早已不再是那可怜的紫衣女子，这一世的她只为自己而活。或许是出于愧疚，赵黄巢和刘松涛在死前将自己的毕生所学都传给了他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是有着飞升转世的设定的，不少顶级强者都是有着前世的存在，他们有些是天上的仙人，也有不少普通人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当中那些有前世的人。第10位，徐龙象。作为主角徐凤年的弟弟，徐龙象生而金刚，力大无穷，只可惜因为天妒成了一个痴儿。徐龙象的身份同样不简单，上一世的他是一头白蛟龙，被现任观音宗宗主淡台平静封正过，和徐凤年的前世无名道人关系匪浅，一人一蛟在北凉消失，转世成为了这一世的徐凤年和徐龙象成为了兄弟。因为蛟进化成真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，所以正好对应了徐龙象不能入天象境，不然会引来天雷的劈杀。第11位，赵宁神。赵宁神是这一代龙虎山天师府最有天赋的弟子，曾经拦下过邓太阿登山问礼的一剑。赵宁神的身份同样不简单，他是龙虎山的初代祖师爷转世，曾在春山湖上请过龙虎山初代祖师爷的法相下凡，后被徐凤年请下来的真武大帝给击碎法相，败给徐凤年后，道心一度受挫，后潜心修道，成为了新一任的龙虎山掌教。实力虽然变强了，但却永远都赢不过徐凤年，因为他喜欢上了轩辕清风，轩辕清风爱的却是徐凤年，正眼都没瞧过赵宁神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